Herman。你该不会现在才知道我是 Herman 吧？当然不是。Herman 是什么？什么？你连 Herman 都不知道？主播 Herman， 你开什么玩笑 ？Herman 你都不知道？移动居神啊 ！Herman， 你是不是放了《手顺风》？这歌火了？是我。你是梁晨的歌迷啊？不行吗？行。啊！等下我们分成2队寻找线索，2位兄弟去营地方向，那边机器人少，我们去反方向。谁先找到古墓入口就通知大家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没问题。你可闭嘴吧。哦。你为什么喜欢梁晨呀？是不是因为她特别优秀，特别美丽，特别的有才华？看到了吗？外面有7个机器人。怎么了？那你是想死在机器人的枪下，还是我的枪下？我再问一个问题，最后一个问题，我们这个任务到底是什么呀？我们要从机器人手里夺回玛雅人留下的稀有能源石。能源石有什么用啊？对我们没用，但是可以阻止邪恶的机器人制造更厉害的武器威胁地球。拯救地球，这个任务我喜欢。上车。来了。给你个机会，拉我一把。可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否则你会后悔。哎，不是，我可是你偶像，大哥，等等我，大哥，你慢点开，大哥。捡这么多东西干嘛呀？就你这操作，顶多是跟着我跑。我这都给你捡的，我用不上。给我的？我之前做攻略说这个特别厉害。你还真是天道私生子，捡漏都让你捡了一把空投补给枪。这枪这么厉害吗？连射火力最强，准确率最高，一般只有空投枪才有。那你赶快换上，我包里还给拿了好多东西呢。你看，子弹，还有弹夹。我是你的人肉背包，你需要啥随时跟我说。你就这么信我？当然，你可比视频教学里面那些人厉害多了。既然你这么信任我，那我带你兜兜风吧，让你见识见识我的丛林漂移车技。好。让你秀，翻车了吧？我这叫撞车吗？我这叫炫技刹车。哦。